第38集，陳哥為咗殺死個黑影，打算集思廣益，登錄靈異論壇，諮詢一下上邊啲網友。輸入論壇賬號，啱啱一登錄嘅陳哥就發現自己嘅賬戶名字升級成咗紫色。一睇後台先明白過嚟，佢之前發佈嘅嗰條30分鐘視頻被大量轉載同埋推薦。到而家為止，有成1000人喺樓下回帖。陳哥粗略立咗一下啲留言，並冇發現有啲咩係有用嘅。絕大多數人都係圍觀睇個稀奇。唉，唔理啦，重新發多張帖啦。萬一有個大師睇到，咁咪可以幫到我咯。陳哥重新編輯咗嘅帖，補充咗一啲關於鏡中怪物嘅詳細描述。然之後利用紫色賬號嘅特權發起求助。喂，各位網友，我喺玩咗視頻入邊個遊戲之後，發現鏡中嗰隻怪物纏住咗我啊！大家有冇辦法可以對付呢隻嘢啊？張帖啱啱發咗出去，冇幾耐，下邊就有人回覆啦。哇，樓主，你仲健在啊？根據頻道嘅建議，利用黑狗血淋佢，又或者養一隻公雞，紅雞一唱天下白，啲邋遢嘢都唔敢黐埋啲公雞度。我覺得你入戲太深啦，直接去補精神科啦。其實呢啲鬼怪係滯留喺人間嘅記憶，你斬鬼啊，有傷自己嘅陰德噶。苦海無涯，不如各退一步啦，施主。我曾經睇過一個視頻，講一個男嘅俾隻女鬼纏上咗啊！佢為咗擺脫呢個女鬼，買咗把槍，然後等晚黑，隻女鬼又嚟騷擾佢嘅時候，喂，你估下佢點？佢即刻就掹槍對住自己嚟咗一槍，之後佢又將隻女鬼拖咗上床啊！樓主啊，你又唔好開玩笑啦！我話俾你知一個真正方法啦，搵一把鐵刀，最好咧就係殺過身，淋過血嘅屠刀。鬼咧係一種特殊嘅磁場能量，咁樣呢把刀咧就可以斬傷佢噶啦。陳哥睇咗半日論壇嘅評論，好似就係得嗰個用鐵刀斬鬼嘅講法係比較靠譜嘅，剩低嗰啲要麼就係吹水嘅，要麼呢就係難以實現嘅。佢都知道民間傳說裏邊黑狗血同公雞係可以驅邪嘅，但係而家大半夜，你叫陳哥去邊度揾呢啲嘢啊？退咗論壇，陳哥將自己嘅手機掉埋一邊，坐喺張凳度發吽哣，同未知嘅怪物搏鬥，事關自己嘅生命安危。佢肯定唔可以將全部嘅希望都寄託於嗰啲模棱兩可嘅貼啦。兜嚟兜去，陳哥又將黑色手機拎翻出嚟，關鍵嘅時候都仲係要靠黑色手機，亦都只有呢部黑色手機可以100%信任。不過黑色手機奉行嘅係等價交換原則，你想要得到，首先就要付出一啲嘢。經過呢幾日嘅嘗試，陳哥亦都摸索出黑色手機裏邊嘅一啲隱藏規律，比如話任務獎勵方面，就好似話簡單同埋一般兩種難度嘅日常任務。獎勵通常係輔助鬼屋經營嘅道具，只有噩夢級別嘅任務獎勵先至會直接作用於自己身上，賦予一啲特殊同埋少見罕見嘅能力。想要對付鏡裏邊嗰隻邋遢嘢嘅話，去完成一啲簡單同埋一般難度任務係冇任何意義嘅，唯有噩夢級別嘅任務獎勵先至有機會產生作用。令陳哥好矛盾嘅係，噩夢級別任務
本嚟就非常之危險，冇鏡裏邊嘅嗰隻怪物都未搞掂，又引嚟新嘅 boss 喎。唉，死啦！咁究竟點樣算好啊？搏一搏，定係我再等等呢？喂，唔係喎，咁樣唔係路喎，再等落去。陳哥翻動黑色手機，凌晨嘅12點已經過咗，日常任務全部刷新。簡單難度，如果要俾遊客提供一個十分嚇人嘅經歷，咁首先要注意瀏覽嘅節奏，演員仲有機關嘅過早或者過遲出現，都會導致遊客興致喪失。所以我建議你喺鬼屋安裝聲音探測器以及監控，時刻掌握住遊客嘅瀏覽進度。一般難度，你已經獲得一次鬼屋擴建機會，請盡快揾到合適嘅場地進行擴建。因為受到場地限制，喺擴建完成之前，你無法進行任何場景嘅試煉任務。噩夢難度，深夜嘅沖涼房總會發出奇怪嘅聲音，想知道原因嘅話，就按照我講嘅去做啦。注意，個別任務極度危險，請慎重選擇。陳哥睇住呢3個日常任務，一般任務佢暫時就冇能力完成啦，直接忽略佢，留俾佢選擇嘅就只有簡單任務同埋噩夢任務。如果聽日早上隨叔將啲錢借俾我，一日時間差唔多就可以將呢啲監控呢全部買晒翻嚟噶啦，但估計應該裝唔晒。而呢個噩夢任務睇介紹係同浴室有關嘅，哇，有啲詭異喎，咁咪同上次廁所嗰鑊差唔多。陳哥都好猶豫，簡單任務就唔一定可以完成到，獎勵亦都好差，而噩夢任務呢又太危險啦，唔知道會遭遇啲乜嘢。佢坐喺工具間諗咗好耐，都仲未等到做出決定。鬼屋裏邊又響起咗嗰種切割嘅聲音，而且比之前更加之刺耳。陳哥抬起頭望咗一眼天花板，聲音依然係從3樓傳過嚟嘅。有冇搞錯啊？呢4個布公仔全部都俾我帶咗出嚟噶啦，佢仲會切啲咩嘢呢？陳哥都俾鏡裏邊嘅嗰隻嘢搞到火都嚟埋，佢將縫補好嘅布公仔塞喺衫袋裏邊，拎起個大鐵錘，一口氣就衝到上3樓，打開午夜屠殺場景嘅大門，佢就俾眼前嘅場景嚇到呆咗。只見場景門口散落住一啲鏡嘅碎片，門上邊仲殘留住一道一道白色嘅印記。喂喂喂，咩事啊？呢隻嘢喺度刮門？喂，佢究竟想點啊？陳哥後尾枕飆晒冷汗，佢唔敢想象喺自己熟睡嘅時候會有個手持鏡子碎片嘅怪物喺度周圍咁走。佢絕對唔會允許自己嘅鬼屋裏邊存在住一啲咁危險嘅嘢。一向脾氣都好好嘅陳哥，好少會發咁大嘅火。佢鎖住午夜屠殺場景嘅大門之後，拎住嘅大鐵錘就行咗入走廊，推開一棟棟嘅房門，衝入去將3樓所有嘅鏡都砸到爛晒。妖你老味，我睇點樣出嚟？成間鬼屋都係玻璃嘅碎裂聲，
破碎嘅鏡片散落一地，一直行到3樓走廊嘅最尾，陳哥先至重新平靜落嚟。就喺第一次噩夢任務嘅時候，呢一隻怪物係俾布公仔擋喺鏡入邊嘅，根本就反抗唔到。後嚟佢攻擊大山嘅時候，對大山嘅影響都唔係好大。但係自從襲擊咗峰哥，呢隻嘢就已經可以喺鏡入邊出嚟。佢都喺度進化緊，而且佢進化速度好快。陳哥唔願意再等落去，佢嘅鬼屋先至啱啱起步，絕對唔可以毀喺一個唔知乜嘢嘅怪物身上。諗到呢度，佢拎住個鐵錘就行出午夜屠殺場景。鎖上大門之後，陳哥抱住破釜沉舟嘅決心，拎出黑色手機，直接領取噩夢級別嘅任務。唉，希望呢次嘅任務獎勵可以勁啲啦，足夠我可以對付嗰隻嘢啊！確定接受噩夢難度日常任務，接受後有可能會引發未知情況出現。確認。手機屏幕一閃，具體嘅任務信息浮現咗出嚟。本集已經播放完畢，多謝你嘅收聽，再見。